聖道家唔堂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日咧係9月23號，聽到羅馬書咧第14章，今日得6節，好短嘅啫。咁咧都唔長篇大論，因為已經進入咗呢個好多案例啊，係嘛？鼓勵佢哋咧要彼此相愛，要合一啊，擺低成見，而家嗰啲轉眼雲煙啊。如果大家覺得即係想連翻前邊緊湊啲咧，今日你可以聽翻一兩段前邊嘅短片啦，因為今日真係好短啫，得6節啫啊。咁而嘅題目咧，呢個題目係後加嘅，不可論斷啊，評斷啊，即係論斷啦嚇啊。咁而呢個字咧，如果你有印象咧，係喺羅馬書前邊出現過嘅，係嘛啊？邊啲人好中意評論人咧、論斷人咧？其實咧好多時就係用咗自己嘅眼光。就係冇神嘅心腸嘅人先會咁做。佢今次再出現啦，但係前邊就係講緊一啲現象同道理，而嚟到第14章咧就講出佢哋真實嘅外邦信徒同猶太信徒嗰種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同埋事件真實嘅事件，係嘛啊？唔係淨係一個高大空嘅道理啦。發生咩事佢哋會論斷人呢？聽下咯。羅馬書第14章。信心軟弱的，你們要接納；不同的意見，不要爭論。有人信什麼都可吃，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。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也不可評斷吃的人，因為神已經接納他了。你是誰，竟評斷別人的僕人呢？他或站立，或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，而且他也必會站立，因為主能使他站穩。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，只是各人要在自己的心意上堅定。守日子的人是為主守的，吃的人是為主吃的，因他感謝神。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，他也感謝神。好，咁其實咧呢度當時咧就係講緊有啲人覺得做某啲嘢係敬虔啲嘅，例如喺食物上邊有啲揀擇有啲選擇係代表自己敬虔嘅，可能唔食某啲嘢係嘛，就獻上自己咁。咁其實佢就話呢個冇問題嘅，佢特別咧話邊啲人係軟弱嘅咧？佢意思就係嗰啲猶太人啦，因為啲猶太人就好多嗰啲節期啊，同埋係咪守咩日子呢度啦，係嘛因為佢傳統習慣咗啊，係嘛，習慣咗喺舊約咧已經守節期。佢話佢哋要透過節期啊，透過食物嘅選擇咧，而先至感受到同神嘅關係。佢話呢啲其實係信心軟弱嘅，但係都冇問題啊。信心軟弱唔使死㗎噃，係嘛？一個信心軟弱嘅人，然後佢諗一啲辦法，令自己常常記起神，常常感受到神，有乜問題咧？咁樣嗱，我同大家講，我亦都唔怕老實同大家講，其實咧我就冇乜嘢咩每日靈修嗰個嘅習慣嘅，即係話咧又要擺低晒一切咩咁樣，但我每日都讀經，係嘛？每日都讀經，每日都感受到神同我一齊。又或者講我嘅靈修方法咧，就唔係睇一節半節經文，我係要日日都讀經嘅我就感受到神噶啦。咁你可以話哇，盧傳道你好嚴謹喎，好犀利喎，你都可以話我係信心軟弱噶，係嘛？使乜啫？係咪 feel 下感受下就知道神喺度啦？使乜透過讀經啊？可能你哋唔使係嘛？我得啦咁樣盧傳道你就渣啦咁樣，要讀經咁樣都得噶，你可以咁睇我噶。咁但係我總係揾到一個我自己覺得好好嘅方法親近神，我亦都冇係嘛強迫大家一定要咁做。就算係我都係，如果想學似我咁，每日透過讀經去感受神呢，我可以同你分享我嘅方法。我有心得，我有方法，係嘛？但我唔會逼你嘅，亦都唔會睇小係嘛？你哋嗰啲唔讀經淨係靈修嘅信徒嘅，我亦都唔會睇小佢哋嘅。咁都當然希望你哋都唔好睇小我啦，係嘛？咁呢個先至係嗰個即係類比啊！我哋做呢個比喻啫。羅馬教會即係當時嘅情況，而保羅想勸導佢哋嗰個嘅情景，我就用咗我頭先咁樣講咧個比喻啦吓，唔係真實嘅啦吓，去希望作為少少解說，就係彼此尊重咯。大家都努力揾一個方法去親近神，然後要尊重其他嘅人，係嘛？
好，咁啊，當然下一步最好就係彼此有溝通交流啦，係嘛？然後又彼此溝通交流，而且彼此參考啦，咁啊可以一齊進步咯，係嘛？好，今日停喺度，拜拜。